砖工厂里砖窑运作伴随热气，头顶上的风管轰隆隆的把热风回收使用。另一边细一点的水管一路接到外头废水回收桶。业者说，5年省下了150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。20几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这样子的动作之外，我们现在更进步到说，就是我们的水可以100%回收。太阳能板屋顶5年也看出具体成效，降低的碳排放量跟5座大安森林公园里的树木效果一样多。这一座建筑物其实成立的东西一半以上都是在讨论跟珍惜大自然、回馈大自然有关的东西。你珍惜资源吗？如何珍惜？木头、水、食材，甚至食物都有故事可以细讲。企业自觉落实绿色理念，也衍生了独特的绿能经济。我们现在研发了一些新的产品，就如你现在身后所看到的木材，还有刚刚我们看到的石材。所以连这个也不是真正的木材，对不对？是，要很体跳哦，这很特别。是，本宁胸丘胸都，它其实是我们一个最新的研发技术所生产出来的。它不是木材，它其实是瓷砖。瓷砖大厂到了第3代，吸收更多先进做法，给建筑物穿外衣的概念，可以节能减碳，但运用还待推广。欧洲人是通常很喜欢叫它叫通风系统，它可以隔绝外面的热空气或是冷空气，那达到就是这个室内可能是保温或者是说这个排热的这样的效果。获选为民国100年台湾100大品牌当中唯一的瓷砖业代表，透过这个概念馆，让大家看到了企业投注于珍惜资源、珍惜土地的情感。亚汉起靠哦，本人送出送到。亚汉起靠哦，本人送出送到。